所以说长啊是你敢知？迄着安怎说安怎想，像这是师尊老大人甲咱讲的啦。伊讲迄长说长啊，就是像咱每一工，伊着时常拢爱去拄咱的啥物贪亲痴慢疑，爱洗互清气咧。甲你共款，以佛法来讲，佛法嘛爱甲这贪嗔痴慢疑呢，甲伊转化掉。因为呢，咱每一个拢是每一个人的根源，嘛每一个人的佛法。那么咱做真正的人，就是爱佛法的了解。哦，所以咱伫这修办的过程内底，一定爱以心作则，也就是爱坚定一定。哦，咱讲啊，入班足好的，佛法讲无咱入班足好的。哦，互咱呢，下这甲阮讲坛主讲吼，所以呢，各位学姐，咱若足久拢莫看到讲坛主，今日伊竟然有来，我真正感谢地阮师弟。伊讲伊下这哦，人客啦吼，我讲今天有人会请来护持道场，嘛来增长你的智慧。啊，所以呢，吼，看到伊来，我嘛非常的感恩。那么而且呢，咱讲赞下，洗赞下就是爱洗互清气。甲咱修道共款，爱洗清咱内心，而且贪嗔痴慢疑。啊，咱用啥物话放？用水啊放对不对？这个藏观就是像咱的天命金线。佛法呢，早起甲咱祖先人清洗佛法点传书，而且课程内底内容。那么佛法就甲伊问，哦，伊讲吼，啊，不管是点传书也好，不管是每一位前人。咱拢爱守住咱的天命金线，所以呢，伫佛法这天理人情，而且语言内底有捌，互我去清晰的时阵，伊甲我讲甲非常的清楚。所以咱的天命金线就是像咱一支藏竿，你这藏竿若钓无好，你这竿暂时发袂出世，敢是安尼？甲咱修行共款，咱若无存天命，咱修办道无法度济世济众。就是你无法通始终如一，拢抱着非常辛苦的心来修办道。所以呢，伫遮佛法甲咱讲一个很分享。咱明仔载咧食早的时阵，你着较想讲昨嘿，啊，迄个某米人诶，曾经理呢有讲，咱今日个早是对地来。哦，那么咱这每一个分子，每一个米，就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要如何去甲包容？哦，我昨个时阵就是爱包容每一个兄弟姊妹，重点天命金线爱对着对，袂使哦有人的佛学也好啦，还是讲哦对人讲啊，我去对有较好，这就是咱今日修办道的重点。那么呢，佛学就伫遮祝福咱大家呢端午节快乐。啊，那拄则呢，咱迄个美香领任甲互我讲，佛学呢爱留10分钟呢。佛法时间袂当超过10分钟，到10分钟要咱做无畏师，哦，要咱做无畏师。其实呢，佛法今日听了咱弘定的师甲咱注意的人生3大关卡。伊首先伫前言就甲咱讲，你要安怎突破咱人生的3大关卡？其实咱人生的关卡非常非常的多，可是你要如何去突破？我敢是讲，第一爱靠家己，对毋对？别人无法度甲你突破，别人是助缘。那么咱要如何突破？一定爱有智慧，爱靠着六度万行，哦，点点滴滴的累积，你今日才有法度突破你人生的3大关卡。少年、中年、老年，伊今日讲的呢，甲佛法真正去增进、去高阳听增进咱着的师讲的呢，是无共款的。但是无共款的，原在就是所有人生会拄着的问题，拢爱靠智慧，靠咱的六度万行来坚持，咱修办道的这个成就。所以佛法伫遮来以佛法短而且心得来讲讲一个很共同勉励，哦，就是讲咱在修办的过程，人生爱如何来善用咱岁月。来做有意义的代志，拄则着咧师甲咱讲，有钱较好，还是有价值较好？当然有价值较好。为虾米？像来过去幸福菩萨，咱未来祖师南海高峰世公老师，咱来到遮来家己讲，是毋是？咱
厝里的祖先留财产互人无呢？咱初一十五较收一支香尔。所以呢，伫遮咱爱有法度人去理解，去理解医生的价值。互项呢小弟的后生啦即摆佫生一个查某囝，昨昏打电话甲互我讲，大哥，阮即摆佫生一个查某囝要请你甲伊号名啦。我甲讲大哥袂晓号名，像遮尔济人，你毋去请人号名，你叫大哥甲你号名，伊安怎讲呢？伊讲大哥，我看你咧讲话佫足有力的呢。那么各位姐姐，咱的能量，就是咱的态度，咱的心内底的能量，就是咱每一工行处做好的态度。所以我感受讲，不管互学也好，咱每一个经验态度，咱会当能量强，食留佫做有力的就是咱能量要好。能量要好，爱来学堂6多万年的这过程内底，咱能量才会对。这是互放的，而且甲咱各位前个分享啦。因为咱即摆爱上3楼的佛堂，可能是歹去所以呢，互放安尼愈讲愈多最后祝咱水节大家今日拢会当咱洪典老师甲咱美香领证，甲咱准备了，咱拢会当欢喜充满伫咱修办好的过程内底，拢会当非常的顺利。明仔载端午节会当非常的快乐，会当全家团圆啦好，感谢天师的，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平安寺慈悲，前道主公，坤道主公，感谢平安寺慈悲。一般新义义和爱祥单位113年份6月份请为班员整，向无极老母行3级公礼，前道一鞠躬。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慈悲鞠躬，感谢护前人慈悲鞠躬，感谢各位弟子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慈悲鞠躬，感谢护前人慈悲鞠躬，感谢各位弟子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
持架，下呼吸到模型30公里，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鞠躬，送架后前鞠躬，送架各位点4鞠躬，蹲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鞠躬，送架后前鞠躬，送架各位点4鞠躬。哦，感恩感恩。以后真心舒服。